購買二手保時捷痛點，車況難以判斷，潛在隱患不可見。二手車側面有色差，制動系統老化有隱患，變速箱發動機突發故障，唔了解電池壽命、電子系統偶發故障等。每一台二手保時捷都值得被精密守護。從經典車型到現代新款車型，我哋以全球統一嘅111項檢測標準，為你揭開保時捷專業檢查嘅真正定義。每一份檢測報告包含23項核心安全數據、7大系統健康評級，車輛問題透明可見，所有隱患提前預警。選擇保時捷二手車111項檢查整備，選擇專業安心守護。即刻預約111項全車檢查，讓你嘅保時捷永遠似新車咁耀眼。